財務策劃師我諗同律師、醫生都一樣啦，一樣有個專業嘅。你都唔會見到有一個律師咧，同時間識做離婚，又識做訴訟，又識做版權，又識做商標，又識做樓案，唔會有呢啲律師嘅。財務策劃師嘅專業一樣，有部分嘅財務策劃師咧會專職喺譬如保險或者投資或者退休管理嗰度嘅。而我哋英國寶城好明顯咧嘅財務策劃師咧，就喺各方面都好長處嘅，退休、投資、保險同埋 financial management。因為我哋同客戶之間嘅關係即係比較密切，唔係淨係喺辦公時間先見啊嘛。咁所以同客戶做一個嘅 financial management， 即係財務嘅管理上面咧，係比較有優勢。2000年有強積金開始咧，大家對嗰個投資嘅取態咧就比較長遠啲啦，唔再係咁短炒啦，就知道原來咧投資或者個人嘅理財策劃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由今日開始計，20年後我哋翻轉頭睇，你得2個結果嘅啫。我當時咁諗，第一個結果就做一個出色嘅理財顧問，第二個結果就做一個出色嘅理財顧問嘅客人。我只有兩條路選其中一個。咁我諗下，理財顧問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工作，而且佢可以有正話所講累積客戶作為自己資本，同做生意冇分別啦，只不過唔使打本啫嘛。咁所以我就選擇咗前者。講緊我哋話金融海嘯08年年中開始到依家差唔多1年啦，睇翻咁多個行業，特別係金融服務業裏邊咧，其實真正有發展嘅真係淨係得保險。當其時有個諗法就係，究竟乜嘢先至係最好嘅財務策劃咧？喺財務策劃裏邊咧，未有人哋話俾我哋知標準嘅時候咧，已經係 best practice。咁所以我哋不斷要繼續攞獎就咁解啦。